如果不是说人口出生率太低，还不想做这个，还不想介绍这个人。你看，女人的性欲求大于男人。然后，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、增加那个人口出生率啊，还不想介绍这个嘞。你看，要吃葡萄干呢，快速补充能量，帮助脑部血液循环。因为司令部是在脑部啊，器官只是那个员工而已。然后还要气血，要有气，要有血液，不能都靠药物啊。因为要生出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呢，靠药物是邪道啊，不是正道啊。你看种个菜要种那么久才能够长大，才能够收成，不能随便放纵爱意啊。你看呢，就这个男女的爱意，你看时间那日期不对，你看就要有一些，你看夺计就是损失折寿了，简单的说就是折损寿命，多可怕呢！一计12年呢，多可怕呀！不然就是伤害到身体健康了，有的还会患了不孕症呢，绝世，有的还会得病呢，得妇女病、男科病，得不治之病啊，好可怕呀！古人说万恶淫为首，有很多的问题啊，你看都跟那男女爱意有关系，病痛啊，或者是不孕症啊，或者是绝后世啊，或者是折损寿命啊，或者是没精神，工作效率差，丧失前程啊，前途没有什么发展希望了。冬天怕冷了，夏天怕热了，工作不能耐久了，哎呀，这么多的问题啊。所以你看，要成功都是要远离色欲啊。古人就说：“人离色不老啊，木离火不灰，不会烧成灰啊。”哈，欲望就像火，木离开了火，不会烧成灰啊。人离色呢，离开男女爱意啊，不老啊。要健康就是要拥有足够的精气神三宝。精气神三宝，你看，所以要远离爱欲啊，要寡欲啊。如果不是为了增加人口啊，人口的这个成长率啊，如果不是说为了传宗接代的那种正当的理由的话，还不想介绍这些呢。